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今日讲到近水知鱼性，近山识鸟音。意思是讲，伫咧啥物款的环境，都要了解这个环境的特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金读高音金第7条，有一寡腔口读做金，金会当讲是时间、地点、系统关系真晚，咱讲是真近。像讲时间上真晚，咱讲是最近，也就是这阵啊。地点真晚，像咱讲，阮兜和学校近近啊，也搁有系统真亲，也就是近亲，关系真亲密，咱讲是亲近。啊，若是行近路，咱讲爬近路。另外，这个近做动词嘛有挖近的意思，像讲近山、近海、近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近兜，意思就是附近；第二个词读做近庙起神，二面的意思是讲住伫庙附近，颠倒对这间庙的神明较无尊敬。啊，那二句的意思是讲对咱身躯边的人颠倒较无重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明明近兜就有病院，伊就惯势走去较远的外埔头，互医生看，为啊是近庙起神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近，另外有的人读做近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